感谢天父上帝，拣选阮成做伊的儿女，特别领受宝贵的救恩，
煞享受伫伊国度内面丰盛佮温暖无比的疼。感谢天父呼召正当工，成做伊的器皿，委身伫音乐祭司的服侍。通过努力甲训练，通伫每一个主日献出懊恼感恩的诗歌，毋但感动阮家己，佮带领会友进入敬拜。伫每一礼拜的锻炼中间，阮若亲像一个疼的大家庭，阮三甲享受欢喜快乐的时，阮三甲分担忧伤苦痛的时，虽然也有互相吐槽的时，也有伫这中间，阮三甲学习彼此相疼、彼此包容、彼此扶持、彼此来倒。同工对诗歌内面领受上帝的声音甲旨意，委身搁较深，服侍搁较勤，通看见伫现今的世代，正教会圣歌队渐渐在衰微的时，咱的圣歌队却是日日在复兴。这拢是上帝的恩典。但愿上帝接纳阮的服侍，坚固阮的手所做工，愿一切荣耀归于